行政院長杜英泰進行去到日本替咱的台灣棒球選手加油，說黃志基講伊是開政府的錢。那杜英泰在今仔日提出4張證明，包含着這包分日期的合約、看棒球的門票費用、當地遊覽車費用，攏總是開214萬，強調這私人行程攏是自費的。不過國民黨也是質疑講，這包機的費用比一般的介紹閣較低。就算是公務行程，我用自費有錯嗎？既然是私人的行程，除了看球之外的其他事情，我無所評論，也不需要交代。提出進前立法院備詢時的紙條啊，行政院長杜英泰13提出4份的單據，閣再說明包機到日本的爭議，除了日票換錢的水單，費用部分遊覽車車資日票20萬，折合台票大約4萬。杜英泰講是初7迄天直接付予司機。因若比賽門票總共台票18500塊，直接匯款予中華職棒大聯盟。另外包機專案費用是208萬，相關也是以匯予華航。那自費走這樣的行程，又是私人的行程，當然是歡喜甘願嘛。日方也說過了，沒有見過什麼樣必須要見的人啊。但是本身這是一個意義，我覺得這個意義遠超過用金錢來衡量。杜英泰講，原先13下晡立法院備詢時要公開，不過因為一巡取消，才出面說明。不過國民黨立法院黨團質疑包機費用比市價較俗，向加牽涉特殊的態務，甚至亂用公務機坪的嫌疑，呼籲監察甲司法機關主動來調查。基本上已經不是打5折了，這是打到骨折了。這是你是卓榮泰，所以才能有的包機價格啊。過去沒有民航機停在軍用的停機坪，這一切都是因為它是卓榮泰而衍生的權利。那難道不是公務嗎？中國國民黨的委員或是民眾黨的委員，你們到中國去，請秀出單據，因為你們自己在網站上大聲的宣傳說這是公務行程。那看起來你們對於公務的理解就是用公家的費用去承擔你們出國交流的費用。民進黨立委陳佩如講，認同杜院長公開單據，呼籲知影進前到中國交流也應該按呢做，家己來公開。記者自動報道。